厲鬼故第一集，伯伯。我家姐佢有一個朋友，佢有一個3歲左右嘅細仔。有一日佢發現，佢細仔對住窗口一邊揮手一邊講：拜拜伯伯。朋友最初都不以為然，佢以為個仔只係同街上面路過嘅阿伯喺度講嘢啫。因為佢屋企係住得好低嘅，但係佢又覺得佢個仔每次都係黃昏左右先至咁樣講，但係又見唔到窗外面有人。朋友越嚟越驚，於是乎佢決定搬屋。今次佢搬屋，決定搬遠啲，而且仲要樓層高啲嘅，咁樣點都唔會見到街上面路過嘅伯伯啦啩。於是乎佢搬屋之後，呢個情況完全都冇改善過，跟住佢就決定問佢個仔：你究竟同邊個講拜拜啊？個仔就答佢：同伯伯咯。朋友又問：出面都冇人，你同邊個伯伯喺度講嘢啊？個仔一邊指住出面，一邊答佢：邊個伯伯？太陽伯伯咯。